幸福是啥物？看无摸袂着，袂输新鲜的空气。输咧到底，心情会欢喜。幸福是啥物？免钱，无地买，敢若性命水泉。说咧到底，心灵的清气。幸福是啥物？袂食，免他火，亲像光明的经济。点咧到底，元神的光彩。幸福是摕伫老前仔骹的医疗孝良。幸福是热人啉一碗酸甘甜的蚵牛。幸福是寒天夹一领温暖的棉照被。幸福其实真简单，免穿外ผ้，幸福就是水衫；免挂珠宝，幸福就是旋石。有人一世人追求赛跑车、住好野厝，共款逐工接物质。有人趁济钱，愈趁人愈虚，感觉人生无趣味。有人炒菜便饭，愈食愈欢喜，感觉人生有够甜。幸福是啥物？伊毋是物件，伊是一种感受。幸福伫倒位？伊无伫外口，伊是你的心花开。